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。嘿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欢迎大家来参加倒数的台语车帮的节目《车帮放送局》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读册会。今仔日是第一季第6集，我是小嘉，也有甲我做伙主持的阿平。因为咱这个月5月吼，阮这个倒数的台语车帮创立的1周年啊，伫这个月，阮有一个活动，这个活动就是讲，伫这个月会有2摆的读册会吼，拢甲阮伫个 Space 遮举办，大家若有减爱读册吼，阮会送你一个小小的礼物。活动吼，因为这个月拢是所以一直到5月底，阮统计好势了后，会甲这个礼物寄互大家。咱今仔日要读的这篇是《阮的年岁，阮的诗》，作者是阿秀。这篇伫咧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的第336页，纸顶第108期第1页。若有册的朋友会使请麦做伙来读册。这篇有线顶，所以你若手头无册，会使去线顶找一下。手头有册的朋友，你会使看到，迄一篇遐有一条乌线。就是咱为头前开始读到乌线遐，就算一拍安尼。我想讲，头前第一拍，我先来带头好啊，后壁时则请咱现场的朋友来读，安尼好无？安尼我先开始。时间过真紧，Toronto 的台文通信读者联谊会成立到今已经有7档啊。7年前，阮是台语文的幼稚生，7档来。大家进步真侪，特别对1999年10月开始，阮接台文通信的编辑工作，虽然是真忝头，毋过大家对这个刊物学到真侪。除了编辑的工作以外，台文写作的能力嘛伫无形中进步。应该是去年Toronto的台文班邀请吴明祥先生来演讲。吴明祥先生用台湾的诗歌填一个诗吟，甲大家分享台湾诗歌的水，留互大家真深的印象。所以旧年的年会，伫落大细的 Toronto， 伫有台湾味的真雅餐厅，除了自餐食火锅，一人带一首诗来填阮家己的诗吟。目一年搁一档啊！11月台文班伫上课的时，就有人伫找写诗的季节过来啊。今年的年会，阮借联合教会举行，甲真雅餐厅的大厨请来，伊准备真侪丰富的菜，互大家食真饱。刷落去就是念诗。以上，大家敢有啥物问题？我想要请教，就是第一趴为后壁算来第2逝，除了编辑你拄则是讲工作啊，我是会读工作，我毋知影。对，工作啦，我可能读伤紧，工作工作以外对，感谢安样。敢阁有其他的？若无，咱煞来读第2趴。第2趴，安样敢有方便？好啊。好，麻烦你，请。第一首，阮念宋德来的向听我念母语诗的人说多谢，向听我念母语诗的人说多谢，宋德来。先向恁说多谢，多谢今仔日恁互我有即个机会，用咱妈妈的话念诗，真多谢。当然，我知影这是一件咱毋敢相信的代志。用妈妈的话也会当念诗，咱从来嘛毋捌想过，学校的老师嘛无教。毋过即阵听我念，也要上慢，恁会使对我念，毋免歹势，甲输惊人笑。请先细声念，慢慢放大声，最后亲像我遮大声，恁毋免惊。因为咱要念出真正咱的声，你顺着我即句长长的诗，诗句念，
就会看到黑色海潮，我毋知影，金色流水，青色山脉，白色玉山，绿色岛屿，你就会转来。咱的故乡确实，因为你安尼念，你已经转来故乡。感谢阿牛，你拄则讲无确定的迄个，你读是正确的吼，海潮，迄字读调无毋对。好，感谢阿牛陪咱读一首诗。接落来咱就继续读哦。再来我会使来读。好，安尼就麻烦阿明替咱读第二首诗。好，确实因为安尼念，阮看到故乡的山、故乡的水、故乡的影仔、树仔、寒芒花，阮已经转来故乡，所以阮读故乡的诗，单位的山，甲叶国基的春天的三角影，春天的三角影，叶国基，风微微，雨水滴，关山甲溪水相拄伫蒙雾的暗暝，二月尾，立春过，影仔甲溪哥伫大豹溪的源头相对话。3月15是好日，双溪口底做闹热，五大兄要娶新妇，寒芒花做面纱，古堡的露珠做破帘，人大鼓做大戏，五大嫂啊笑微微，两三路的红叶厝，点点菜伫姑娘仔田的中央，4、5个乌日送，做寺庙埕军事枪，连舞张骹骑马跑，三峡街仔的路头，拍铁仔店的风鼓车，游园地角，街仔尾阿婆的米苔目担，阁毋愿收。春天的三角影，亲像内山未出嫁的水查某囡仔，带着故乡的温顺甲真实。国基兄说明，台北县三峡镇古名三角影，伫大溪坎溪、大汉溪古名，甲三峡溪交汇三角形的所在。早期做生理的芳泉，为淡水会当驶到三峡甲大溪，再上落地米去外国。淡水和水影会当用到遮，所以名叫三角影。姑娘仔田大约300年前，查某囡仔未出嫁就过身，身为袂使囥伫厝内，就甲田地送一块互人。条件是爱拜因姑娘仔的神位，遮个田叫做姑娘仔田。单位学了这首诗写了真好，伊讲大部分的诗拢是写心情，写景的诗较少。读这首诗，亲像在欣赏一幅真水的水彩图。感谢阿明，拄则你读的即篇吼，第二趴，就是迄诗本身的第二趴。影仔甲溪哥伫大坝溪，你敢若读爆。好，我敢若听到即字。补充一下吼，就即首诗的1、2、3、4第4趴的第5段，连舞张骹，迄个拄则阿明是读鸡尾炮嘛，吼，嘛有人会讲牛尾炮，就是腔口的差别啦，毋过你若读车都毋对啊，因为这是迄个机字啊，所以若是要读即字，就是爱牛尾炮还是鸡尾炮安尼。好，以上补充。安尼，咱继续读册。马鲁克，麻烦你继续读落。好，读后一篇诗。好，感谢。陈雷老师最近身体欠安，有去手术，所以伊甲感想写一首诗。查甫人的色仔，伊讲大家毋通用黄色的目睭，爱用医学的观点来看即首诗。查甫人的色仔，陈雷，上帝做查甫人的时，互伊3粒蓝血，2粒伫下面仔莹莹，1粒伫内面仔夹子。伊讲去认真去生炭，互世界有真侪敬我的人。查甫人听上帝教示，拍拼去生囝，规世人毋敢停止。有钱人也是，无钱人也是。查甫人老的时，上帝真欢喜讲，你已经一世人辛劳，
完成我的驾驶，来就近我。恁路口大重重大的，我要互伊休困安宁。所以上帝甲查甫人迄粒切仔变做大粒免雾乌珍珠，也有那巴拉顶专指，互伊毋免阁生囝，会当休困安宁。国内查甫人煞放尿真废气，要放是放袂出来，一滴一滴，毋是家己来，挡袂牢，收袂离，就是安尼在艰苦时。上帝毋甘心，甲查甫人讲，去做靠北的英语好凉凉，去做 prostatectomy， 也就是割巴拉免雾甲切仔，放尿着搁簌叫，那水就水。查甫人流的时真欢喜，感谢上帝。3粒蓝合血淹一粒去。乌罗上帝也有2粒，阿门。感谢阮啊，替咱读即趴，即首诗的标题吼。伊其实迄个文章内底有写迄2个字爱读六字啊，毋是七啊。OK。迄是六字。你拄则讲迄七啊是另外一款物件呢，毋是迄个六字呢，迄是无共的物件。无切仔是啥物？切仔是啥？切仔是啥？阿明你敢知？迄是切仔是迄个猪仔吼，会结穗嘛，结穗了会去采收嘛，一粒一粒，迄就是叫切仔。对啦，歹势。对。垃圾是较大对毋对？就是咧炒啥物迄个啥唐朝历史诶。对，就是迄垃圾。垃圾哦，辣咯 ，LAT， 辣圾哦，甲垃圾哦，无共哦，差真济，迄是动词哦，即马讲的是名词。OK， 好，搁有你拄则读的头一趴吼，第诗的部分头一趴第2纸，迄是蓝血。蓝血HUT 第8条蓝血。OK。我搁有听到第3趴，为下骹算起来第2纸，恁路口打定打是毋是？阿明你感觉咧？这我会读打当打呢。打当打诶，感谢阿明的补充。这打，这后一趴吼，为下骹算起来第4纸，要放是放袂出来，后壁迄个我会读一滴一滴，头一个我毋知安尼敢对，因为你拄则是拢读一滴一滴安尼。我感觉嘛是会使啦。若我有讲毋对，会使大家会使甲我讲看，因为这变调的部分，可能爱看大家感觉会较无共啊。共款即趴上尾纸，就是安尼伫艰苦死，迄个苦我会变调艰苦死。无啊，我听着即几字，敢搁有其他人要补充诶？我拄仔是念艰苦死。艰苦死也是艰苦死，我袂记啊。毋过迄个苦就是，我是感觉爱变调嘿。你若讲艰苦死，这就是爱有轻声哦。因为这因为无轻声，所以咱就会甲读艰苦死安尼。因为这内面有真济，应该嘛无同学会使记咧所在，有伊个最后一拍的所在。3粒蓝血淹1粒气，伊个气头前都甲写那个轻声号，都上联号。所以讲我来想啦若伊遮有轻声号，就甲有迄个上联号出来，安尼以上。好，感谢阿明的补充。
敢还有其他的问题？嗯好，我应该那无感谢马路口，嘿，我应该要来你讲，念后一拍后一首才对。是哦，哦，迄个，哦，拍好啊，乒乓你若是想要读，我继续互你读啊，后毋是一首诗。因为我就想要拍乒乓，我一直找无伴。真诶哦，若无，咱后一首诗你继续读好啊。敢好有人举手无？无，安尼我继续。好，好，老师念即首诗的时，大家拢真爱笑。老师就是老师，即款诗毋是阮写出来的，就笑也袂煞。明笔字开始念伊写的诗，拍乒乓，张明理。要拍乒乓无？好啊，来去拍。运动鞋穿好好，骹手重重咧，倒转正转身躯细细咧。来，发球，拍，发球，拍，互你死，拍，接无着，过来，拍，发球，拍，互你死，拍，互我死，互我死。你敢知？翁仔某冤家时，小少拍乒乓上好，互相发球，拍互你死，互我死。半点钟后，包恁两人气都消，逐项不满拢解决，这是拍乒乓的好处。以后翁仔某若冤家，就小少去拍乒乓，包恁连面都上好。以上。感谢马路狗，真正有迄款拍乒乓的感觉吼。赞哦啊！祝福你会紧找到一个伴陪你做伙拍乒乓安尼。OK。遮大家我是无听到啥物问题啦，敢有其他的人有听到啥物问题？我想要问最后一句上好，吼，敢是上？嘿，上好，嘿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连说字，无咱就继续刷落去读。后一篇诗就是咱的第6趴，敢若换我安尼，好。看即首诗，无定感觉无啥物。毋过明笔字伫念即首诗的时，有真侪动作，就亲像拄则马路口安尼，若像真正伫拍乒乓，越过来越过去，互你死，互我死，真趣味。大家原本就伫笑啊，搁笑较济，刷落去。张秀玉小姐念阿秀写的山野青。秀玉是台湾版的单身贵族，伊学过声乐，声音真水，念诗若伫唱歌真好听。山野青阿秀，山野青酸搁甜，细汉的时，阮上爱食。大人讲，到底黄酸啊，搁食这，只好秘伫皮空内，食你酸酸甜甜的味。山野青酸搁甜，读册的时，学校内真侪山野丛，下课啊，毋转去，摕长长的竹篙去拍山野。山野落甲规涂骹，用乌群绳。先转来教室，食你酸酸甜甜的味。山野青酸搁甜，大汉的时，有一日去餐厅，伫大桌顶，因捧来一盘山野青。因讲迄叫做情人果，对台北的大餐厅海霸王来的，真贵哦。原来厝角鸟仔已经变红红，大家伫大餐厅食你酸酸甜甜的味。山野青酸搁甜，迄日伫托伦多的超级市场，无意中看到你，看毋到，无看毋到，是山野青。赶紧买一寡转来生，食你酸酸甜甜的味。山野青酸搁甜，你对倒位来？
敢是对我远远的故乡来，要用你酸酸甜甜的味来安慰阮少年故乡的心情。以上。嘿，好，无咱来看有人要甲我掠包无？还是讲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？嘿，譬如讲头一趴吼，迄黄酸啊，大人讲到底黄酸啊，搁食这黄酸，大家敢知影是啥物意思？敢有人用过即个词？知影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迄个身体真虚弱安尼，破病面色都青青黄黄安尼，歹看歹看。这吼，这个黄酸吼，会使摕来形容人，嘛会使摕来形容食物，一寡农作物，拢会使摕来安尼讲。你若看迄个叶啊吼，规个脏啦吼，农作物迄个脏啦，看起来安尼无元气黄大大吼，咱这就会甲讲这脏看起来就是黄酸黄酸，吼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感谢补充。好。即首诗若无问题，咱继续。阿阳，请讲。嘿，即首诗的第二趴，尾仔第二段，我是会读六甲龟涂骹，我毋知影你拄则若像是读路甲龟涂骹。我是读路，安尼应该六敢若较正确诶。六甲龟涂骹，路甲龟涂骹。即读六嘿，六甲龟涂骹嘿。好，感谢。物件落落来啊，位手啊顶落落来。好，感谢阿杨。敢有其他诶字？有一个事要甲大家补充吼，就是伫第一趴诶所在吼，最后一句话，只好秘伫培空内。培空，大家敢知影是啥物意思？对我当开始我看诶时候，我嘛看无哦，尾来有甲查着。即个培空就是用华语来讲，就是伫个被窝啦，吼，被窝的意思。就是伫个棉被内底啦，迄个被空安尼。我其实我头一回看到即字的时阵，就是讲是咧讲鼻空的，是毋是啥毋对字啊？毋过哪有可能甲迄个啥物酸鸭青藏伫个鼻空内底？要酸甲要死！讲一个笑话安尼，无问题啊。嘿，敢有话补充诶？若无来。后一篇是寒人的一笔，嘿，阿杨你敢无方便？好。毋过我先甲你讲一个吼，伊迄头前迄乌线下骹迄拍有无？行路诶时若遇着迄个应该是 beaver 啦，伊敢若写毋对字啊，应该是 beaver，嘿，因为这字我实在查无，我想讲。你看迄个意思，应该是讲迄个动物啊，应该是写 beaver，beaver，即个线顶嘛是共款写毋对，拢无改过来，可能无人发现即字安尼，吼。好，以上安尼，请你替咱读即趴，感谢。郑义兄是台湾版新年度的班长，熟悉伊的人拢知影伊上爱行路，不管是春天。热天还是落雪天，伊固定爱出去行路。伊行路诶时，若遇着 beaver， 转来伊就写 beaver 诶诗；若遇着鸟仔，伊就写鸟仔诗。下骹即首诗就是伊寒天散步诶一味，寒人诶一味落客，日头渐渐离阮去。热气也无遐勇啊，北风沿路吹落来，大花树枝皮皮带，保卫汤米的碰刺，也咧找因的冬牛，我毋知影，敢是安尼读，白雪盈盈飞落来，看去一片白茫茫，敢若故乡的米粉，互人流烂，搁腹倒枵。喙舌伸去担一个，即知雨势骗毋知。出门身穿的大细衣，通好挡风兼避寒。行伫冰冷的小路，欣赏寒人的奇景。路边鸟叽叽叫，想要找
找米，找物还是找米？找物来过冬。春抢想要城伊来，西落手呢白咪咪，亲像草埔的米粒，遥照飞来我手中，尖喙轻轻啄一个，嘛是互人骗毋知。好，感谢阿牛。你拄则讲你无确定的迄个当牛无毋对？好好，嘿，好，敢有还有啥问题？无？无，阿杨，你会当阁继续读迄首诗，迄边短短啊安尼。嘿，好，请。歹势，伊的名嘿，第一个字我都毋知影要安怎读。即字我甲读吼是号做平，本条是平 ，PHENG 第三条平。哦，好。聘真子伫台文班算是真心的学生，但是伊上课真认真，真认真。即摆伊嘛写一首25年是伊的第一篇台文，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继续写一定会愈来愈进步。25年，聘真，时间过真紧。一目年，阁过了一个25年，人生到底有几个25年？出世到大汉，一路学习，读册到嫁翁，拄好25年。银行上班，紧张紧张的生活，嘛过了25年。甲这名我嘛毋知添啥物结婚，嘿。即字真正差无，毋过我家己咧甲读吼，甲读做新啦，会使用新添新啦，嘿。好，添新结婚有甜蜜，有甜蜜，有苦楚，嘛已经过了25年。即时阵我拄行到我人生第2个25年。人生到底有几个25年？希望我和添新甲多伦多的好朋友做伙快快乐乐行入我人生第3个25年。好，好，感谢阿杨。敢有啥物想要讨论的？像阿杨拄则讲迄个，嘿，歹势，我要补充一个字，因为我拄则无听清楚，毋知是阿杨读毋对，还是我听毋对吼。就是即首诗的第6段结婚迄段吼，有甜蜜，有苦楚，对无？因为拄则阿杨敢若读苦楚。嘿，阿杨读毋对，阿杨读做第3条去，苦嘿，是，楚，嘿，是苦楚，嘿。感谢。好，拄则阿杨讲着迄个第6段吼，添新结婚即个啊吼，因为即字吼，若伫诶即个华语会读法叫做生啊吼，伫甲照做即个汉字诶时阵，真正拢总无即个资料，用较其他诶方式，就是讲华语讲生即字吼，伫台语有真济读法吼，无共字有无共读法，会互人较直觉诶，吼，我著甲换做新啦，吼 ，SIN 新安尼。伫遮甲大家报告阮无一定是对诶哦，吼，这是先讲，因为即字嘛真正做无，阮著家己来甲翻。好，敢阁有啥物问题要讨论？无，啊毋过那无咱有一位新诶朋友验麦，毋知影伊是毋是要读后一趴？嘿，你好，安怎称呼？我一趴。哦，好，要安怎甲你称呼？叫你有，我就叫你听。哦，你叫伊婷 ，OK，嘿，安尼来就麻烦你来读后一趴。好，听着苗玉姊要念的诗是跪，大家惊一条是啥人在跪？跪啥物？恁敢摇会出来？跪苗玉，求神拜佛着爱跪，做错反悔着爱跪，酒擦洗清着爱跪，去食讨钱嘛得跪，跪是真严肃，嘛爱有理由。
送会跪了真奇怪，到底是伫跪啥物？想要做总统，啥物空头伊拢会。无想到，即遍做戏真假薄，心无清，情无真，阴险诡计现本形。乡亲人人看清楚，有人笑，有人骄，共党的嘛甲哭，打海路，跪了反效果，想要洗嘛洗袂清。伊懊恼，伊面臭，无人同情伊。台湾人毋是遐好骗，劝伊毋通不时要做戏。感谢一婷。啊，几个所在要甲你小可讨论一下啦，嘿。好，你睇即首诗吼，会第一拍吼，第三蛇，手蛇洗清就爱跪，吼，手蛇嘿，啊，你当做手插，吼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伊头前伊第一拍的第一蛇甲第二蛇拢是着爱，毋过第三蛇无共款。第三蛇伊可能是有闹交去，哦，嘿，啊，咱即马来甲看线顶诶吼，你有当时啊吼，咱用这篇文章吼有线顶，所以咱会当来甲线顶诶来做一个对照。吼啊，我即马来甲看线顶诶吼，无毋对，减一个 I 啦，减一个 I， 对，所以大家若有册吼，那伫边仔甲注记一下。啊，伊听嘛是你头一摆来吼。是。嘿，真欢迎你来参加。嘿，啊，拄好你有看到阮即摆的即个周年庆的即个活动啦。是。嘿，多谢。好，啊嘛真感谢你。大家放较轻松的，莫遐尼严肃。虽然讲咱只是读册会，毋过嘛是爱讲耍笑，莫遐尼紧张吼，放好轻松。小可会紧张。免紧张，阮人拢真好。欢迎你来，好，安尼阿明继续。好，安尼啊，伊听你家己咧读即首诗有倒有啥物问题无？第二拍的第一个字，我毋知影我有念着啊，毋对。你讲送诶这样？嘿，是念送的吗？对，就是咧讲送出如啊。哦，我感觉念做送。对，你念送。哦，对，即里爱读送啦。嘿，啊，甲我阁有听到两个字，我敢会使补充一个，就是共款即篇吼，迄送诶，规了真奇怪，遮第10蛇有人错啦，迄应该是错，你只有敢若读笑，是毋是？我袂记啊，有人错，有人骄吼，啊后壁迄句共党诶嘛甲哭，嘿，就是我想应该是哭说诶意思啊，哭啊，甲嘿，对。嘿，好，我听到这两字以上。好，感谢小可的补充。多谢。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阁提出来讨论呢？婉仔，无要紧，你有开麦你讲。哦，歹势，我想问酒蛇甲酒掺是为虾米酒蛇洗清爱贵啊？虾米是洗清酒蛇 ？Hello， 有啥无声音 ？Hello， 无声音，是因为在思考。因为我刚刚一直，OK 好。敢是因为酒蛇的代志无做甲到？啊，洗清是啥物意思？伫即个情景内底。迄敢会是迄个基督教内底，还是天主教内底迄款？迄我迄要叫啥？我毋知台语要哪讲。忏悔吗？就是就迄个，无紧来，你不要讲，你就讲华语啊。受洗哦，因为迄基督教毋是有爱做五届迄款仪式，就是为出世啊，啊个当大人啊，结婚啊，啊个安怎，到最后死亡，是毋是即个意思？啊，毋过伊嘛免跪啊。你讲受洗即款是毋是爱要加入迄个宗教，毋则要经过迄个定数啊，叫做受洗？对。嘿，啊，毋过我伫想讲，伊即边是毋是讲酒蛇洗清，可能是有一款忏悔意思啊？吼，就甲头前迄两句有呼应着，比如讲求神拜佛啊。
做毋着代志爱反悔，嘿。对。酒餐是要甲人，就是安怎讲，就是毋是酒茶是酒蛇哦，酒蛇甲酒茶无共。酒餐是啥物意思？就抓人死啊！嘿，对，酒茶就是较负面的意思哦，就是酒茶人一寡较无好的代志安尼。酒蛇就是讲以英语来讲就是 swear 嘛，吼 ，swear to God。嘿，对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我想应该是安尼，嘿。好，以上。迄个即边做是真假爆啊？是即啥物意思？即边假爆，咱来甲看什么意思吼？意思就是讲真假啦，假的物件安尼啦。假爆就是无从的啦。迄个歹势，顶两逝啥物空头伊拢会。就是想讲想办迄款意思啊，要变什么空头，安尼，咱拄仔一定甲咱读的即首诗，敢有啥物问题？无呢？无吼，好，嘿，这安尼继续读咱这。敢有人要来读最后一首诗？要读即首诗的人爱先唱歌哦，我唱迄个来去夏威夷哦。无啦，讲真笑，叫大家唱歌，人拢无想要读这啊。会使啊，来唱者，毋过爱找一下歌词的。无我先来，我做代表好啊啦。你要唱歌哦？好，我先讲你。无啦，就唱迄拍就好啊。就迄句就好啊，是毋是？敢有现场人想要唱歌的来去夏威夷的，紧日，趁咱即马阁有时间。好，安尼咱最后一首诗吼，趁即马阿明在找迄个歌词。咱即首诗有就是咧讲夏威夷度假的诗啦吼。有谁要来读？咱家分做2拍好啊，因为即首诗较长。若有想要读的人，紧举手。我即马就开放，互2个人来读。好，我先报名啦。好。若无人报名，就小甲你就刷落去读啦。搁我哦，我主持人呢，若有现场的朋友想要读，会使趁即个机会。未举麦的，紧来举麦读册哦，阮有送礼物哦。5月份的读册会，只要你有举麦读一拍，拢有算哦。若无，安尼我继续读啊哦，拢无人要出声。我看我读到倒位，我就停起来安尼。无啊，我先唱歌呢。对，唱歌，来，请。要安怎唱啊？来去。这来去尔，你著唱甲安尼。我其实我毋知诶，迄首歌要安怎唱？来去，有4句来去呢。顶来一排个。来去，咱来去 go to 夏威夷。赞100分，送你一个小礼物。好，来，你唱歌唱煞，咱会使开始读册啊。安尼，我就甲你摘啦，我甲你摘一半啦，后再互你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咱即摆现场的朋友敢有人要读？想要拍呢？紧嘞！安尼我读。好。我拄则是转去啊呢。你无转去啦，是迄线网络断线，你无转去啦。OK， 所以开始。夏威夷是一个旅行度假的好所在。我袂晓念什么兄，讲真早都想要去，毋过无钱也无闲，一等30冬，总是因嘛是干那去佚佗，搁带一首诗转来甲大家分享。夏威夷暗美30冬的等待，总是等着即个机会。来到即个度假胜地，伫飞机顶的窗仔边看落去，夏威夷那亲像人间的天堂。20分钟的散步，对旅馆的运河边，行到即个白色的海墘，青冷冷的海水，白雪雪的沙粒，踏伫顶面。活叽叽啊，那亲像骹底咧做马杀鸡，
十几个查某囡仔对舞台顶的音乐，伫咧跳草仔群舞，悬悬的椰子树也对因咧摇摇摆摆。黄昏的日头，五彩的天顶，照着对面 Diamond Head， 那亲像一粒发光的旋石。以上。好，安尼我先搁接续对读半点外钟的赛车路程，对落地的市区来到即个倒数的东海岸，有大片的即个沙滩，等下才擦下，甲崎岖歹行的石头岸，清气的水里有真侪款的鱼，大大细细，游来游去，好闹这我袂晓。好若亲像是奇妙的海底世界，一日游的旅行，对马匪坐飞机来到即个出名的火山岛，古早的火山爆发，红热的土浆，亲像红红共款世界楼，甲规条公路拆掉切断。即个犹阁外的火山口，规日有电脑伫监视一大片的火山岩，电酷酷、乌深深、烧烘烘的热气，对济济的钢棒喷出来，徛伫顶面。这条过若亲像是伫享受山仔浴，3更半的就出发，驶3点钟的山路，来到即个1万尺的山顶，济济的旅客拢已经伫遐伫等候。暗暗的天色，青冷的空气，等甲规身人皮皮喘，嘛着忍耐。天渐渐伫光，加在无乌云。6点钟一粒红红的日头对海的迄边浮起来，真水的日出景致，所有的 camera 拢是咧等即个时阵。你就是日头的厝。好，最后一拍短短我甲头煞。一人一首诗所包含的范围实在真宽。阮阁有念吕金泉老先生的《台湾人世界满满时》，甲传电兄的老爸伫1968送伊出国留学写的汉诗，阮嘛做伙欣赏单位的文章《美梦花》，最后大家做伙唱《阿妈诗人》，单手戏的美丽岛，伫水牛、金蕉、着兰花的歌声中结束阮的年会。好，我先补充，拄则马路口袂晓读的迄字，合做旭 ，HIOK 旭，阿旭兄，叔兄，旭，毋是旭哦，是旭 ，H 哦，旭，嘿旭，嘿，好，大家敢有啥物问题？有，马路哥，你先讲，因为这拍你读的，所以你可能较清楚问题伫倒位。OK， 其实就是诗的第二段，度假是圣地还是圣地，还是我念着？你会变调啊，系啊，会变做圣地。圣地，使圣地，嘛你若要安尼解释嘛是？是毋是头前迄度假是毋是嘛爱变啊？度假圣地哦。度假，对，度假圣地。度假圣地。所以原调是度假。原调本来就是第3调，因为咱会讲放假、休假，咱伊拢会读做假，毋过原调是第3调，实际上伊的原调是第3调，会读做假。度假圣地。毋过你因为你即句话你是规句的一个词，所以你迄个假伊会变第2调，你有理解无？度假圣地。嘿，你若讲放假就是咱的俗音嘛吼，俗读啦。你若要读正确的，就是
放假、休假，安尼，伊本条是第三条。啊，因为咱已经讲惯势啊，咱会讲休假，会讲放假，安尼，所以别去后壁迄个，对，我讲互大家知一下吼，这原条就是第三条的假，安尼。敢大家有啥问题？对，就是这字，我感觉真趣味，就是讲吼，迄惯势的问题，亲像拄则阿明讲的，伊若讲放假，有人就是咱会拢讲放假，啊，毋过伫咧讲册顶关即字时阵，你会讲度假，你袂讲度假对无？就是干那过即两字的时阵，啊，因为即边是伊四字连做伙嘛，所以迄个假爱变调变假，度假胜地安尼，嘿。啊，毋过你咧读古字的时阵，你就是度假，你袂讲度假。啊，这甲拄则阿明讲的请假、放假，迄是无共的，所以就是真正是，有人讲久啊，讲毋对，讲久啊，讲久就变自然的代志啊。好，以上互大家参考。我阁补充一字，就是拄则马路口读的第二趴的第三纸后壁，你敢若无啥确定迄个字要安怎读吼？顺顺的刷粒，一粒两粒的粒，我着补充即字刷粒。啊，阁有马路口读的第三趴较算起来，就是迄旋石顶悬迄个吼，伊拄则是读照着对面啊。啊，我想讲，遮是毋是爱读笑啊？对，这个所在我会甲读笑，你若讲照着对面，嘿，就是比如讲，若月光吼，嘛是咧笑咱的路，吼，月光吼，好，这个所在该用笑，嘿。好，用笑的吼，莫用照的，嘿。好，安尼马路口的部分，敢阁有要继续讨论？应该是无啊。即摆我来讨论你拄则读的迄趴。哦，好。你拄则读的迄头一趴的第二纸吼，东南花，你敢若读东海花哦？看毋着字啦吼，毋是真大诶问题。啊，后一纸是迄个沙滩有无？我查着是读沙滩。啊，阁有一字，你读的第二趴下骹算起来第三纸，小风风还是小烘烘？烘甲风敢若拢会使吼，烘袂使，烘是用火去烘诶，会用风读风对，无毋对，好，无代志。以上。我头拄仔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伫咧上尾仔迄趴，尾仔算转来第三纸，咱会讲出国留学吗？我是拢讲留学，因为头拄仔敢若念留学，对，阿明讲留学，应该是留学啦，留学才对啦。我可能读毋对去，嘿，袂歹，互你掠包，一定掠包嘛吼。其实迄个，等下我想算看觅哦，对，就是迄个古早的火山爆发，迄个下骹迄纸，亲像啥物共款式个咯？山洪。山洪，好，谢谢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其实你迄个坐的游客，你念做旅客。好，我嘛读毋对去用，但是游客啊吼。好。啊，阁有另外一个，我是想要问问题，就是讲单手戏的美丽岛水牛金蕉，我想要问金蕉为虾米写即个迄个字，迄个汉字？啊是伊想要讲香蕉？嘛无香蕉即个名词呢。无。毋过吼，我提供金蕉有另外一款讲法，叫做香蕉。伊假使讲若是要读香蕉，举香的迄个香啊，咱拜拜的举香的迄个香，都是写即个香。安尼咱看着即两个汉字，其实咱爱念香蕉。对，理论上，你若用，我即摆来用即个汉字来去查即个词典，伊有两个讲法，一个是香蕉，一个是香蕉。
OK，嘿，安尼我若是读金蕉，其实毋对。虽然讲大家会当理解意思，啊，毋过我念毋对。你对，其实咱若咧读文章的时阵，作者若安怎写，咱就安怎读，这是一个原则，安尼。好，了对，解。所以讲，遮大家若要甲读做香蕉还是香蕉，是无毋对的。毋过有诶人可能对香蕉啊、香蕉这较无啥物概念，所以我拄则我诶直觉诶反应就是会甲读做香蕉，安尼，因为我诶迄个惯势诶讲法就是香蕉。我想要请教即摆在场诶朋友，就是敢有人伫讲香蕉，还是讲香蕉诶？因为这我真正虽然讲书顶是查有啦，毋过伫咧现实诶生活当中，我是毋捌听过呢，毋捌听过人安尼讲，毋知是倒位诶腔口安尼，还是讲这是以前就是安尼讲啊，只是较罕有人伫讲。若是讲只是金蕉，都有足侪无共诶音啊，啥物金蕉、香蕉，啊，个金蕉，这音就足侪啊。敢若一个所在有一个腔口安尼，趣味，互大家参考。以上。好，大家敢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诶？我想要问迄个3更半暝就出发驶3点钟诶线路头顶悬迄座，若亲像咧享受啥物桑拿浴？桑拿就是迄个三温暖啊。我知影是讲迄个就是迄个字是浴。浴镜仔诶浴啊。哦，浴镜仔，我拢读做下镜仔。我嘛是读做下镜仔，我甲你共款。我拢讲下镜仔。我讲葫芦镜。葫芦镜，葫芦镜，我头一摆听着，我想讲，真假假？迄是啥物读？迄是啥物？是要念佛经诶哦。啊！一婷要讲话，一婷要讲话。啥？一婷你讲。我嘛是读葫芦经呢。对啊。耶 ！High five！ 所以讲，其实，我毋知影像我讲诶迄个下镜仔是毋是变错去，还是安怎？毋过就是听大人安尼讲，拢讲下镜仔。我真正印象内面毋捌听大人讲过浴镜仔，无呢，真诶。毋过咱咧讲诶下镜仔，就是迄字浴啦，安尼。以上互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大家针对这篇文章吼，以上诶诗，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？我家己念诶迄拍啊，青冷冷诶海水，白雪雪诶，啥物啊？要安怎念？沙粒。粒，一粒两粒诶粒。嘿，对。拄则有解说着，可能你断线无听着。对。拄则咧讲，因为拄则我读诶第3趴、第3章，我毋知影拄则敢有讨论，就是因若像读因咧摇摇海海，伊是写因咧摇摇hen。对，遮读hen。嘿，对，hen。hen 吼，其实甲海其实意思应该是相像。比如讲我记一个例啦吼，有诶火车吼，因为底盘较悬，你若咧驶高速公路诶时阵，比如讲你若驶到较外海诶所在，迄车就会hen，迄hen就是迄个咱驶车吼，拄着风咧拍诶时阵吼，规台车就会hen来hen去，会较海就对啦，安尼即个意思。大家有理解无？因为迄字啊，其实我家己伫看诶时阵，我嘛会甲读做海呢。迄真正是，就是头壳内想诶拢是迄字，较袂去想着hen即字安尼。后面咱时间敢若真晚吼，是毋是已经11点啊？嘿，对，咱11点嘛。我想讲，毋知大家有啥物
对即篇文章诶内容有啥物要提出来讨论的无？还是讲要补充的？就是针对这几首诗安尼。毋知咱现场的朋友有人伫写诗无？用台语写哦，敢若无？嘿，我想讲，若是袂晓写诗无要紧，上无咱会使先看人安怎写，对无？对。嘿，其实有真侪迄款线顶的台文写的迄款杂志啊，嘛会使互大家去参考一下。嘿，譬如讲台湾字迄本杂志，顶个月是出第2本啊，若有趣味的朋友会使去网络敲找，网络顶悬拢会使家download会使看。是另外一个互大家参考的，就是台湾通信的网报，因嘛出100几期啊，伊内底嘛是会会写诗安尼，若是对台湾诗有兴趣的人、有趣味的人，嘛会使去甲伊看一下。我提供这2个，当然嘛有真侪册啦，可能我无去接触到的，那大家现场朋友若有要推荐的嘛是会使哦，就是讲你有看过啥物台湾的诗的册啊，是安怎，会使推荐互大家。嘿，你即马一时想袂起嘛，无要紧，会使伫咧阮的推文下甲留一个话，甲大家分享，安尼嘛是会使。好，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晚啦直接甲大家讲一声安安，大家后回再会。安安，再会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今仔日的语词：海潮、大坝溪、面西、露珠、辣子、兰花、培空、苦楚、玉、沙滩。